咱拄则听到就是民进党的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继续来看到新北市选委会下午会当讲是特别热烈气气。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陪郭家军立法委员参选人李进英做回来登记。郭台铭亲身驶一只发财鸭，带大家来到现场，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小心！郭总刚自己开车对啊，我就要把他送进国会。对，怎么会这样突发奇想？不是突发奇想，本来就规划这样的好。对，让我想起来，我发迹的时候就是在连城路这附近，爱德蒙啊，我从这个板桥那个这个小工厂里面载的货，自己开速八路送过来。那我认为说，台湾的是经济要转型，我们做了很多次民调，58%接近60%的这个尤其年轻选票，首重的是经济的议题。那么李静颖呢，台大经济系的状元，到伦敦政经学院，那最主要他也做过一件事情，他在那个柯市长那里帮柯市长这个培训了解怎么样做这个选举，怎么样做市政。在我这边呢，参加我的初选虽然我没有赢，可是呢，他得到很多的经验。他最主要是我讲是我们一个人，如果李进颖当选，他有父亲李家进、卢嘉诚，还有我，这也是我的总部，所以我认为说我将来这个要推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我本区就是我们鸿海在全球的总部就在土城。对，我想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高科技，有很多的经济的转型，有很多的这个未来的 AI 大数据。我觉得土城呢跟三峡都必须要面临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它不但解决年轻人低薪失业的问题，让年轻人要有房子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在美国的280，就是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280高速公路，这个南接新竹科学园区，北接内湖科学园区、南港科学园区，这个地方的开发的潜力非常，因为新竹已经满了，内湖也满了，所以这个在新北的我叫城山科学园区，将来这是我们要推动的。它这里面包括到很多的科技的立法，所以他选他的立法员，第一个要年轻化，他不是个地方上跟这个地方上这个去包工程或者做这些，我想他不一样我想我希望他能够在花时间在科技立法在各种的当然最主要0到6岁国家养大数据这些都是年轻人所希望要转变的。第二的话，我是希望随着土城三峡的一个结构改变，怎么样扮演好这个280高速公路，就像Santa Clara一样，美国的Santa Clara那地方产生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新创的公司，所以这个城山科学园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它需要一个年纪轻的懂科技的、有国际观的立法委员来协助推动这些新的政策、新的科技的执行与经济立法有利于这个富国利民的。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希望李进能够代表进国会让把土城三峡做一个整个结构性的改变。土城三峡现在目前很多新搬进来的这个不是新住民，新搬年轻的，他们需要有更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甚至更好的居住环境。这一点呢，他的父亲也是老立法委员对，也是日本的一个日本通。卢嘉诚委员也是，所以我说我们一人当选，4个人服务，有3个立法委员服务，再加上郭台铭，一定在这地方服务，因为这个地方是将来很重要一个台湾的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未来的这个新兴之地，好不好？那原本是政党票、总统票，您会呼吁支持者支持谁？你总统这个部分会呼吁你的支持者支持宋楚瑜？
我们内部还在开会，但是呢，我也那天在讲过，这个总统票的话，大家各有我们的这个老五军团也好，或者郭粉也好，内部现在也是蛮这个很多的这个讨论。我们偏向于是说，一定要认同中华民国我记得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我给宋楚瑜送的那花篮上面有一行对联，那是我自己写的，只要符合那个就符合我的理念。那我想我也就只要跟我理念相同的中华民国派，我想我会呼吁我们的选民去选这一些这个好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亲民党的宋主席那一天，我看在民视他的那个访问里面，他的讲话的我也讲过了，他的格局、他的深度、他的国际观，他对事情的这个所以我昨天有跟一个好，咱即马听到就是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伊带到这个郭家军的立法委员登记的参选人，也就是李进英来到现场要来登记参选。